我个係一種動員性草本植物，對番古仔到兩下，就係當從繞嘅面性植物。10公年前，突然用探嘅公園殺起，開始發展有幾寸，因為我個動物上唔講平充會，唔是寫咗個2年兩前出結體，用我個嚟打草殺起3日，係研發嚟各種嘅產品，有世界也有溶解，增加用途。按用3年前對殺起嘅面嚟講。也價格就好補貼。天氣當好，農民哋嘅種菜，唔過啲蔬菜又是特別，竟然係地比通好。像啲係師傅水啊，就本來就有種兩個嗰種嘅水生植物去改善它的水質。係說既然種嘅水生植物冇利用嘅價值啊，係咁樣講，係咪將改變嚟種菜，會殺起老人家食。某一時天，鼻通從某人貼嘅功能，食材幾豐，幫每注意唔是前立鼻通提供出來本殺起應用，佢都有啲種空間，啲種派項來種菜。像係叫人種嘅兩cái盆菜瓜，叫2條啲咯，叫人摘200人條，100張以上。突然用炭工業地農民安度通路街，會拍太咗300公尺。下個講，環境同天然對10公年前就開始向嚟就幾寸來發展。用炭下矮，上嚟要摘，連用各種嘅邊就爬坡，嚇，上嚟要平啲，你上去要摘按平整，上去一樣平啲。所以講3個階梯來，風產人來嘅時候，本個階梯就衝下到嘅風往上風，所以我們這邊颱風冇乜影響。唔減乜嘅風采。我哋發展有機村嘅時間啦，就希望講安尼就農民啊，安尼採地嘅就居民，大家更好來保護安尼嘅環境。故說推有機村，希望佢冇種肉嘅，冇種除草劑嚟嘅。一條安拉農民大人啲馬樹潮個苦地染度地界採收，還個兩地比通順解染呢，仲解係嘢個。就扮演按照大夜班嚇，按嗰啲嘅泡茶水咩都得啦，應該適量嚇。家家戶戶不是家。有種地位係。嘢個係唔咁平充，唔是寫咗個當前當為上，係不殺起冇土嘅經驗。2年兩前公園地注重嘢個為主來推動殺起3年。我講你真簡單啦，都看佢做嘅菜熟嘅，你都熟起來，過後看佢生熟呢，你做水配。個有可能有醋都棒棒啊呢，真好照顧。研究嘅，也係同時要計高量嘅嘢咧，有個禮拜樣搞起本機加夠補貼啦，韓國也用得到安尼。本大家天咪係邊幾？係啦，邊幾打上鐵啦、上錯啊，有冇學真啲啊？安尼客家嘅民俗嘅植物，那艾草，講啲係一種胎肉，對客家種嚟講係一種胎肉。《本草綱目》裡面記載，你也知道，呢樣東西是一個像個植物中的藥草中的那個鑽石一樣。嗰時候他給討論啦，用種嚟保護安尼嘅環境。個好嘅嘢個大轉移，肯為攤開來洗澡。洗別澡，啲拍差唔多洗2-3日，3日，係像我當然一條差唔多3日到4日，變啊，按不了那樹轉去，冇被打到，洗一次一條，冇比講濕度啦，一講落水天濕度。為到為漢那當年來種嘢個，先前還當對做法強勢上來送嚟半年嘅課。如果上課有經過佢補頭嘅，跟嘢一樣有用哦。所以沒有的話，我哋都唔係講新天才在熟了，直接我們民生在用的東西，所以一定要安全無毒無農藥的東西。鼓勵農民，我哋就開始培訓，呢個20隻農民先來帶頭做，人家殺起呢，保證來收購，希望佢能得帶熱來這多年嚟強化嚟種量。上到3日，5地就發展冇，就計農民跳下馬唔敢聽人做。講我種落去到底有法度講消磨，像我哋有法度消磨一樣。佢說我哋就做想辦法啦，唔種落去，我想辦法嚟數。
所以沙起到10万嘅研发之内嘅产品，路线百度为增加嘅个嘅用途。它就纯粹是那个艾草，直接去晒干哈，打粉跟磨碎打粉哈，没有加任何的那个什么防那个虫剂啊都没有。点在家里的外面的话，蚊虫啊，它唔会肥落来就臭诶。嘅个就8個鐘，就等用半入，見面也係治療器。較香啊，個品種啊，就拿來那跟卵沙哩摘去了，有啊哈，就是水里濕濕啊，做搞到個麵粉底部做艾草饅頭，好做饅頭。啊，較細，我就做細種嘅差唔多容易就我就發明嘅艾草茶。但是你講做安枕包、舒眠包里頭話，個味道就較重誒，像了香艾包里頭沒恐龍啊，嘿，它還會整吃的過後吼，讓會達到最完美的時候啊，你就讓會去做銷售。對在配管理都做出產品，挑到每都係啲工業地度做，見面也價格如何存。反正退休的咪，這個還不卡些做閒的，就做倆志工，也一塊落1星期。佢啊，個小農嘅咩佢種嘅艾草本來就用啊，所以講它也是有一筆的收入，所以可以帶動我們倆工業村嘅經濟。啊，本來就有投入啊，就給我們有個安定的那個生活。希望講吼，我哋都如果自食其力，吼，我們有辦法哈。靠這銷售的哈，就如許多你的工業能夠照顧到你這個採地的哈，啲農民契作方式的農民，然後呢，你又能夠照顧到我們自己哈採地的，採地的里面繼續來喺度上班，就賺到嘅錢圈圈的。工業地宣強動研求業方案來推動呢個產業，第一下到實業香港用路行為賣，不過收入還唔難歸改進人類入。呢種大拍講，將來也希望沙起要推調自家來做，唔是只是政府嘅補貼，為下動力來延伸呢個嘅好處，也為呢個產業啲工業仲要發展下去。